Hello，大家好。上一集呢，我哋就提到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嘅《哈姆雷特》，而今日呢，我哋就會講下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嘅第二部《奧賽羅》。如果話《哈姆雷特》係關於諗得太多，好多內心戲，咩都要諗咗先，咁《奧賽羅》就係關於愛得太癲，信得太錯。主角奧賽羅係一位戰功顯赫嘅將軍，不過佢嘅身份好特殊，佢係一個摩爾人，即係黑人。雖然佢打仗咧勁到無倫啦，但係喺當時嗰種歧視嘅社會，佢始終都係一個外人。而最爆嘅係咧，威尼斯元老個寶貝女台斯迪蒙娜竟然愛上咗佢，仲要私奔。當初佢老豆仲喺法庭度質問奧賽羅係咪用巫術去引誘佢個女。奧賽羅講咗句好型嘅對白：佢愛我係因為我經歷咗咁多嘅危難，我愛佢係因為佢同情我嘅遭遇。但係悲劇嘅起點竟然係一封升職信。奧賽羅提拔咗一個後生、學歷高但係冇乜實戰經驗嘅卡西歐做自己嘅副將。而每一段悲劇呢，背後都會有一個小人。呢個決定激嬲咗一個一直跟隨住佢嘅老臣子，亦都係呢一段悲劇嘅小人伊亞古。伊亞古佢覺得自己先至係應該上位嗰個，佢將呢一種懷才不遇轉化成為極大嘅仇恨。佢表面上扮到好誠實，係一個好誠實嘅人，暗地裏佢偷偷地同自己發誓，一定要摧毀奧賽羅。伊亞古嘅手法非常之高明，佢中意玩心理戰。當奧賽羅帶住佢嘅妻子去到塞浦路斯島駐守嘅時候，伊亞古開始咗佢嘅表演。佢冇直接造謠，而係利用暗示同埋已讀不回。佢引導奧賽羅見到卡西歐同埋台斯迪蒙娜傾偈，佢會故意喺奧賽羅嘅面前，當佢睇到卡西歐離開嘅時候，就會輕描淡寫咁樣喺佢隔離自言自語咁樣講一句：咁樣好似唔係好啱，唔係好對路。當奧賽羅追問佢嘅時候，佢就喺度扮欲言又止咁，想講又唔講，喺度吊住佢胃口，咁樣反而激起咗奧賽羅瘋狂嘅猜忌。然後佢喺奧賽羅嘅耳邊輕輕講一句說話：將軍，你一定要注意，有人妒忌。嗰隻係一隻綠眼妖魔，佢會一邊喺度玩你，一邊吞你落肚。佢睇準咗奧賽羅作為局外人嘅自卑感，令到奧賽羅開始懷疑佢老婆咁靚咁後生，點會真係真心愛佢呢一個黑皮膚嘅大叔呢？佢一定係中意咗卡西歐嗰種小白臉啦。要令到懷疑成為事實，伊亞古需要一件證物，而呢一度就係最經典嘅手巾仔情節啦。奧賽羅曾經送咗一條繡咗士多啤梨花紋嘅手巾仔俾佢老婆，呢一條手巾仔係佢阿媽留俾佢嘅家傳之寶，象徵住忠貞同埋守護。伊亞古知道呢一條手巾仔嘅重量，於是佢利用自己嘅太太艾米利亞。艾米利亞係台斯迪蒙娜嘅近身侍女，伊亞古不斷施壓，連呃帶氹咁叫佢太太去偷咗呢一條手巾仔。艾米利亞當時唔知道老公有啲咩陰謀，佢只係想討好佢老公。伊亞古攞咗條手巾之後，偷偷地咁將佢擺入卡西歐間房。當奧賽羅叫佢老婆拎條手巾仔出嚟嘅時候，佢老婆不斷喺度揾，係咁喺度叫：啊，條手巾仔去咗邊啊？去咗邊啊？當奧賽羅見到佢老婆拎唔到出嚟，而伊亞古又係咁話：我見到卡西歐用緊你條手巾仔嘅時候，呢一句說話就好似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奧賽羅終於喪失咗最後一絲嘅理智。最後一幕，奧賽羅喺佢自己間房勒死咗台斯迪蒙娜。就喺呢個時候，艾米莉亞衝入房，見到呢一幕慘劇。當奧賽羅理直氣壯咁講：係伊亞古話俾我聽，佢偷情，仲有條手巾仔可以做證。艾米莉亞先至如夢初醒，
佢不顧伊亞古嘅威脅，當眾大聲揭穿真相。嗰條手巾仔係我偷㗎，係伊亞古叫我偷嚟陷害佢㗎。奧賽羅聽完之後，成個人崩潰咗。佢發現自己親手殺死咗世上最純潔、最愛佢嘅人，喺佢自殺之前留低咗呢一句遺言：你要話俾人聽，我係一個愛得唔夠聰明，但係愛得太深嘅人。佢即刻攞咗自己把背劍掹咗出嚟自懟，最後瞓咗喺佢老婆嘅身邊。呢個就係原本威尼斯嘅英雄，最後尾竟然係死咗喺自己內心嘅嫉妒手上。如果你覺得原著入面呢啲大將軍距離我哋好遠，咁你可以睇嘅新版小說版，而呢本小說咧叫做 New Boy， 佢更加會令到你毛骨悚然，因為佢證明咗嫉妒同埋歧視係唔會分年齡。新版 New Boy 嘅故事背景係喺1970年代美國嘅校園。美國華盛頓一間好普通嘅小學，當時社會仲係充滿咗種族嘅隔閡。主角唔再係將軍，而係一個11歲嘅男仔歐賽。佢係一個外交官嘅仔，因為爹哋嘅關係，成日都要轉校。故事發生嘅時間係極之濃縮，由歐賽第一日踏入呢一間全部白人嘅學校開始，到悲劇發生，竟然只係經過咗短短嘅一個下午嘅。佢哋雖然係學生，但係人性嘅陰暗面一啲都冇少到。奧賽羅變咗歐賽，一個成熟有禮貌嘅黑人男仔，佢好努力咁想融入新嘅環境，但係佢嘅心好孤單。台斯迪蒙娜變咗阿迪，學校入面最受歡迎、最善良嘅女仔，而佢第一眼就對歐賽產生咗好感，甚至好快喺操場入面就手拖手。伊亞古變咗伊恩，呢個角色最精彩，佢係校園入面嘅小霸王。佢唔係為咗錢，又或者為咗升職，佢純粹係因為歐賽呢一個外來嘅人搶走咗大家嘅注意力，威脅咗佢喺學校嘅權威。卡西歐變咗羅賓，歐賽新識嘅朋友。伊恩就係利用佢嚟令歐賽產生誤會。喺原著入面最關鍵嗰條手巾仔啦，喺小說入面咧就變咗一個草莓圖案嘅鉛筆袋。呢個鉛筆袋咧就係迪最深愛嘅嘢。伊恩就係用咗一模一樣嘅手段去教唆佢個小跟班偷咗呢個鉛筆袋，然後故意將佢擺喺羅賓嘅書包入面。當歐賽見到自己心儀嘅女仔個鉛筆袋竟然喺另外一個男仔手上面玩嘅時候，嗰種被背叛嘅憤怒同大將軍奧賽羅一模一樣。佢開始覺得原來全校嘅人，包括阿迪，都係喺度玩緊佢，排擠緊佢。雖然小說版都冇原著咁血流成河，但係結局同樣係令到人心碎。歐賽因為極度嘅憤怒同埋自衛嘅心理，喺操場發生咗一場極嚴重嘅肢體衝突。最後當歐賽發現自己係被伊恩徹底操縱嘅時候，佢嗰種純真嘅崩潰比死更難受。小說用咗一個好細路仔但係好沉重嘅方式去完結。歐賽發現自己無論佢點努力，佢始終係一個 new boy， 一個永遠無法真正融入、被惡意包圍嘅異鄉人。究竟將一個將軍殺老婆嘅故事搬去小學操場，有啲咩睇頭呢？咁我會由以下呢3個角度去對比下嘅。第一就係案發現場啦。原著咧背景係一個封閉嘅軍事要塞塞浦路斯島。奧賽羅係最高嘅統帥，佢嘅權力好大，所以佢嘅情緒波動會影響到成個軍隊嘅安危。而新版呢，就係一間小學嘅操場，雖然地方細，但係對一個11歲嘅小朋友嚟講，操場就係佢嘅全世界。兩者都係一個封閉嘅環境，喺呢種環境入面，流言蜚語散播得最快，你根本冇得走啊，只能夠正面咁面對嗰一種社交壓力。第二啦，就係手巾仔 versus 鉛筆袋。原著手巾呢係代表全家之寶同埋富德，
喺古代，手巾仔唔見咗係一件關乎名節嘅大事，而新版啦，鉛筆袋係代表友情同埋專屬嘅感覺。對於小學生嚟講，交換文具又或者送文具係一種信任嘅象徵。我以前都係嘅，如果你三唔識七，唔係好熟，坐響另外一邊嗰啲行過嚟無啦啦同我講話要借嚿擦紙膠，通常我都唔會借。之前試過嘅，但係好快你就發覺嗰嚿擦紙膠唔見咗，之後翻屋企又會俾阿媽鬧。無論手巾仔定係鉛筆袋都好啦，佢哋只係一個引爆點。伊亞古同埋伊恩佢哋都好聰明，佢哋唔會用啲咩大條道理去傷害人，佢哋淨係用一件好細小私人嘅物件去觸動主角心深處嗰種不安全感。之後兩個主角都係一個外來人，呢個係兩部作品最核心嘅比較。奧賽羅佢雖然係一個大英雄，但係始終都係黑人。佢覺得自己嘅文化同威尼斯人格格不入，佢驚老婆會愛上卡西歐，係因為卡西歐係自己人，佢係白人，後生有教養。而歐賽佢係轉校生，成間學校得佢一個黑人，佢嘅孤獨感係生理性。佢驚阿迪唔中意佢，係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個隨時都可以被拋棄嘅外來者。原著同埋新版都探討咗呢個他者化。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唔屬於呢一個群體嘅時候，佢會變得極之敏感。人哋一個眼神、一句閒話，喺佢眼中都會變成傷害佢嘅說話。而最後就係報復同埋權力。伊亞古佢係一個成年人嘅惡，佢害奧賽羅係為咗職位，為咗報復，係一種精心計算嘅陰暗面。而伊人佢係一個細路仔嘅惡，佢害歐賽純粹係覺得喂，呢條新仔憑咩咁受歡迎啊？呢種純粹排外嘅心理反而更加令到人心寒，因為佢證明咗惡意係唔需要理由，有時只係一種本能。莎士比亞寫嘅係悲劇，而現代小說寫嘅係殘酷，但係兩者都係指向同一個結論：一旦懷疑呢一粒種子種咗落去你嘅心深處，無論你係幾威武嘅將軍，定係幾純真嘅小朋友，你嘅理智最後尾都會被綠眼妖魔徹底吞噬。奧賽羅之所以偉大，係因為佢創造咗幾個流芳百世嘅標籤。喺醫學同埋心理學界，有一個正式嘅病名就係用呢一套劇嘅劇名去命名嘅，指一種病態嘅嫉妒。病人喺完全冇證據嘅情況底下，無啦啦深信自己俾老婆戴咗綠帽，可能仲會發展出一個好強迫性嘅搜查行為。即係好似阿奧賽羅咁樣瘋狂係咁喺度揾緊條手巾仔，又或者好似自己嘅另外一半係咁想 check 你嘅電話啊。莎士比亞喺400年前已經精準咁捕捉咗呢一種偏執狂嘅心理機制，令到後世嘅精神科醫生都要跟佢個名嚟命名。大家細個一定玩過黑白棋啦，但係你有冇諗過點解佢個名叫做 Othello， 即係奧賽羅嘅英文名呢？喺1970年代，日本發明家長谷川五郎正式命名呢隻棋為 Othello。棋盤係代表戰場，而棋子一邊黑一邊白，呢個名象徵住奧賽羅，即係黑人啦。同埋台斯迪蒙拿即係白人之間嘅鬥爭同埋融合，亦都象徵住局勢可以瞬間反轉，好似劇入面咁，原本嘅愛可以一秒變成恨，黑白可以瞬間顛倒。奧賽羅喺西方文學歷史入面呢，係極少數以黑人為第一男主角嘅經典劇作。以前嘅劇場係由白人演員油黑塊面去做嘅。直至到1833年，著名嘅黑人演員 Ira Aldridge 第一次喺倫敦舞台飾演奧賽羅，震撼咗全歐洲。佢證明咗黑人演員一樣可以駕馭到最高難度嘅莎士比亞角色。
呢一套劇成為咗後世討論種族歧視同埋身份認同嘅最重要文本。而最後伊亞古呢個角色亦都影響咗後世好多電影同埋小說入面嘅軍師型反派，由獅子王入面嘅 Scar 到蝙蝠俠入面嗰種冇目的，只係想睇住呢個世界崩潰嘅小丑 Joker，佢哋身上面都有伊亞古嘅影子，佢開創咗一種純粹之惡嘅反派模範，令到觀眾發現原來最恐怖嘅唔係怪物，而係你身邊嗰個老實人。奧賽羅唔單止講緊一場謀殺案，佢係幫人類定義咗咩叫做嫉妒。佢話俾我哋聽，語言係可以殺死人嘅，而一條細細嘅手巾仔可以比一把利劍更加攞人命。如果奧賽羅生活喺2026年，佢嘅悲劇可能唔係因為一條手巾仔，而係因為一張 Instagram 嘅相，又或者一個 WhatsApp 嘅已讀不回信息。喺原著入面，伊亞古係奧賽羅身邊嘅防火牆，佢話俾你聽邊句先係真，邊句先係假。今日嘅伊亞古可能係社交媒體嘅演說法，又或者係網路打手，佢哋不斷餵一啲偏頗、斷章取義嘅信息俾你，煽動你嘅憤怒同埋猜忌。當你見到你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喺某張相下面俾咗個 like，又或者見到你啲朋友有個聚會竟然冇叫到你心入面嗰隻綠眼妖魔就會開始跳出嚟。我哋有冇足夠嘅理智去過濾呢一啲流言蜚語呢？點解奧賽羅咁容易相信伊亞古呢？因為佢心底入面覺得自己唔配被愛。好多時摧毀一段關係嘅唔係你嘅另一半嘅背叛，而係你嘅自卑感產生嘅所有腦補劇情。喺現代嘅職場又或者感情上面，我哋經常會有冒名頂替症候群，英文係 Imposter Syndrome， 驚人哋發現原來我哋好蠢㗎，我哋冇咁叻㗎，驚人哋會揾到一個更好㗎。其實如果你唔接納自己，唔接受自己，唔認識自己，全世界都會可能變成伊亞古。每一句說話聽落去都係諷刺緊你。劇入面有一個細節係好值得反思。伊亞古老婆艾米莉亞，佢明知道佢老公叫佢偷嗰條手巾仔係唔啱嘅，但係佢為咗討好佢老公，又或者覺得只係一條手巾啫，就選擇咗背叛。好多時候大災難嘅發生唔係因為有一個極衰嘅人、超級壞嘅人，好似 Adolf Hitler 即係希特拉咁，而係因為身邊有好多普通嘅人、普通嘅惡人。喺現代嘅社會，當你見到網絡欺凌、見到流言蜚語，你係會選擇沉默，定係幫手傳播去 share？ 又或者會好似最後艾美利亞咁勇敢企出嚟講翻個真相啦。奧賽羅呢套劇最恐怖嘅地方係佢展示咗信任原來係可以好脆弱。伊亞古最邪惡嘅一句對白係：我會將佢嘅善良變成網，然之後將所有嘅善良網住。面對呢個充滿資訊碎片同埋猜忌嘅時代，我哋要學識嘅係唔好輕易俾自己嘅情緒帶住走。當你覺得好羨慕、好妒忌人嘅時候，當你覺得憤怒嘅時候，問下自己呢個係咪一個事實，定係純粹我自己腦補嘅劇情呢？奧賽羅如果肯直接問佢老婆關於手巾仔嘅事，而唔係收埋喺心入面自己腦補發生嘅事，悲劇就未必會發生。奧賽羅教識我哋嘅係最強大嘅敵人，從來唔係面對面嘅對手，而係我哋心入面嗰隻會食人嘅綠眼妖魔。守住內心嘅清晰明確，先至係我哋一輩子嘅成長。好啦，今日講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